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初1拜5嘅客家新新闻，我是陈彦祖。当然呢，就9点半嘅客家新新闻，都会伫明路巷带人了解有关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消息。今面呢就是5月劳动节的所有的劳工朋友，今日辛苦嘅。沙轮呢有3年的连续2日，大家呢做得好好来不用轻松嘅。唔讲呢啲连续假期期间，一啲防疫限系外记得做好。先前呢交通部呢就会讲针对讲一啲3年连续2日，就当时讲会有更多民众出去留了，可能呢会造成人检人安用问题。故所呢政府就特别推出了一个1968 App， 就希望呢同大家来做提倡讲，看哪条所在人卡到，人家呢就实际来看一条数。一个1968为用的来操作，给乡亲朋友假使用手机嘅下载1968过后呢，老记起码下去，佢就会出现高速公路的即时路况。嘅一部分呢，喺交通普及特别来老记增加嘅一个功能，就会研究建设哦。然后点到下边有一个即时路况，老记起码下去就会出现全台湾的地图哦。而这个观众呢，一下全台湾基本本做被中南就看外看那条所在，就自家来点。啲乡亲朋友咪话特别。老记点开一个一层一层贴下来嘅一个研究建设啊，一个为老记点做缝嘅记者为老五显示哦，嘅起码下去确定过后，然后看一下也全台湾嘅所在有哪条所在人卡多嘅。而家你看起来呢，特别是有条所在喺东西潮，一条路段都可以缝嘅色咯。英国继续向啲南片来看。嘅北部地区同做苗都行做鸦片呢，看起来路况以后，韩国呢人呢唔系动到，可能呢一下张9点钟，可能还有动到民众忙出去留了，嗰种呢也看起来人冇太多情形。唔过呢啲台南鸦片先前讲大家。尽管现在一个台南，就讲可能呢会有动动人去留了鸦片看起来呢，既有所在呢系显示系红色了，老几起码下去，也呢佢咪显示一个数目是系24，同其他显示相对来比呢，咪系有卡高调诶。然后看到呢，嘅其他嘅所在起码下去，继续减下去过后呢，一下嘅数目是佢会见变通哦，差唔多呢，佢会4分钟来进行100，韩国呢，佢会用3种嘅色来同大家来做提醒，然后呢，大家看到呢，一个强色就会赠送嘅人系卡冇按到嘅，大家呢出去留了时间就带好 JM 按用就好。如果你假使呢来到嘅一个橄榄色，大家呢就爱来注意下，可能呢人见来见到，都会逢色嘅时间呢就会人太多嘅，爱来做。呢度管制嘅，一下呢台南数目是看起来呢，卡多所在一个係一個啲文獻上嘅，韓國有啲發言也是也附近呢。雖然講呢數目是卡高調嘅，唔講呢一下人就看起來還係正常，還係顯示係強勢嘅。其他所在呢一下看起來，咪係同樣都係正常嘅。唔過呢，一下鄉親朋友要注意嘅，可能等下一下都會動作過後，會有見來見到人出去留了。故所呢，假使鄉親朋友真見會出去了，就建議大家，每早啲呢來下載一個1968 App， 就隨時呢就早啲來裝貨。呢條所在人卡到就盡量卡冇去人檢人咯，一個防疫措施係會做好來哟。好，也係一個有關1968嘅部分。唔過呢，一個1968其實呢係對上禮拜開始進行討論過後呢，就有引起動到爭議哦。就係講從先前就有動到地方政府就證明講一條地圖嘅資訊唔正確，從係呢先前呢有明明就係冇買人嘅所在，唔過呢佢係顯示紅色嘅，就係講人太多嘅，我來進行管制嘅。佢針對一部分呢嘅交通部就停定來留一個 app 來做提醒哦。最講呢，一個1968其實呢，佢係要做一個改版哦。從外地近比早晨嘅時間呢，佢就有要求外留意檢視，最講佢一個來算人潮嘅方式呢，有一系列來改變咯。先前呢係用一條所在桃園嘅人數呢來做顯示哦，唔過呢也係改做一個所在人千多時間。來做一條相關的門檻來做建構，做啲呢來顯示出全台灣超過300個景點按度，就會共同大家來做提醒嘅。唔過呢針對一部分其實呢有動到地方業者，韓國有
相关的一道旅游业者，也就就动建中的，就讲讲也就会点的啊，韩国一道景点啊，本一道政府呢连任也就建高嘅景点都方，可能会造成大家呢都无买咁喜好，尤其呢係下係台南市嘅一個景點青島嘅，佢針對一部分台南市政府為到帶通一個觀光，希望你大家盡量去這片流量。故說呢，從一個台南市種王偉仔就同大家講嘅，各種朋友大家唔是太緊張，唔是太搞笑，假使呢唔定5月連續假期也期間去到台南市有啲一個app都方嘅景點去流量。嘅相關嘅業者就會送一道文創商品、小禮物，希望你來帶動觀光、帶動消費哦。就會形成講先前嘅疫情就造成有動盪嘅點價就強強捱唔下去哦，形成經濟無買營效。故所呢，為關於8月5日連續假期嘅地方政府呢，咪希望來變觀光。雖然講呢，嘅1968呢會造成動盪地方政府動緊張，不過呢，咪有其他因素，像係新北市政府家條呢，咪同配合政府來做好防疫。家條呢唔但想有同大家來推廣一個1968 app， 韓國有新北市政府沒有用設計提倡方式來同大家來做相關的人潮提倡。來看一下人的新聞報道。目前有5個車子在排隊哈，然後西岸目前也是車位已滿。過咗年人造節目嘅測試，新北市5月初就開始企圖年潮儀表板，如今起保全央視回報年有幾多，將年盡力量後同開啟地度80位嘅景點，會做停車場管制，唔建議去，還有禁止入去3個登記。不過副官是名額顯示同新北市觀光旅遊區嘅名額，還有面書同 App 不民眾好查。我們的顯示方式是比較，就是我們很直接性的告訴民眾說，我們現在的管制是什麼？就是針對園區管制，我們不需要民眾就是另外再去判斷說，我到底該不該去？他可能會有點猶豫。新北市政府很針對熱門景點，像5年碼頭、貴海運港提供停車場設保，民眾出門之前仔細看咗幾多車，唔配合種種年潮警示 app 嘅限อยู่上100參與年假了後，就靠年數減少動到嘅台南市政府推出打卡發通，做民眾去到交通部1968 app 列出嘅29位景點，傳帶照人打卡相片，仔細翻登錄。那我們來這邊還可以拿到免費送那個鄭成功的洋芋片。反正中央已經說過會好好把這個部分滾動式檢討，我們要尊重他們。另外，高雄市政府咪講，不過講去年人潮警示點嘅鳳山搶人夜市，其實做到已經曬位，擺起前進快線路，咪改名做快線搶人夜市，對景點表示唔錯。交通部講，乃受到地方政府反映，做好無改善。記者綜合報道。全國呢，現下年台灣的疫情已經漸漸的有卡翻呢，故所呢政府態度咪同先前有地位無相用哦。目的大家有注意到冇？啲先前呢搶命連續假期，佢就有動到地方政府啊，家條就會建議民眾看冇出去流料。到28呢5月連續假期，其實呢相關的單位家條會態度就講，大家呢係做得出去流料，做得不用輕鬆地位。唔過呢一個防疫措施仲係保持社交距離啊，還有帶罪每一個部分呢，都係牢記做好來，都做得。自家都做得起不用輕鬆的，唔是案件中哦。前主要原因呢，就係講，台灣呢已經有連登5年都冇確診嘅。故所呢嘅指揮中心佢就有提出一個概念咯，換到防疫新生活。所以講希望呢大家做得不用輕鬆地位。唔過呢啲防疫一部分唔好，係太就好嘅。沙蘭呢行安全呢，我哋針對從係戶外嘅活動啊，韓國要從傳染一條相關嘅活動，我來陸陸續續來準備，我來快。來預防嘅，幾相關嘅管制措施，沙亂呢可能還會進一步來做調整。沙亂呢就來看人的新聞報道。總統報告跟我們的人民報告哈，我們總共有5個0啦哈。總統蔡英文上報咗當選台灣嘅協，過咗當個成年領代表指揮中心任職連5年拉確診，台南市中邦為咗未送蔡天農民眾嘅負荷，而希望指揮中心。那台南的花龍為了要感謝指揮中心跟各位媒體的辛苦，所以特別今天就準備了這個火鶴花過來。那火鶴花的花語其實就是感恩、感謝，還有熱情。關於之前有好評火力，唔過全市總體上大家抬頭做得輕鬆，唔過肯談唔好海苔，同時未為系統防疫先生發傳統，鼓勵民眾都做好防疫嘅前提下，做得參加戶外活動。很希望硬擺做得本民眾對能專業文化體育了到戶外活動嘅方向去開放。我們陸續會來公告，那會跟各個相關的團體來做討論。
那目前最基本的大的方向哈，这而言大概会从比较那个体育的活动或者文化。不过，朝到民众央接5日凑日连假之前，指挥中心未退出辽宁宪法峰值指引，建议民众最好杜尼是挑起外背下好，是盆该下面尽量唔好讲话。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白天的话，你可能才会比较清楚说，可能有跟谁有碰到啦。那晚上的时候，就是可能大概视野比较模糊啦。针对对莫感吹军事案件，指挥官陈时中讲，列下日经裁减483人，其中465杀系染色，其他很多嘅检量当中，初步看起来系冇乜问题。下个新闻，其中准前面日特别报道。最讲认真一下，台湾疫情基金渐渐的油价翻呢，故所指挥中心未来按算呢，为了相关呢管制措施来牢记并用呢，先前我来做一方向呢，台体呢就会体育比赛，韩国要从文化、语文发通，那我呢韩国要从同大家成法同有关系呢产业一部分，其指挥中心呢并都来考虑讲，可能呢我来并用相关呢限制措施的，唔过呢一部分都在我用来做呢，一下指挥中心忙接听，请注意呢指挥中心限体提。在大家做好防疫措施的前提下，一个疫情这块来风险降到清代时节，一个大家呢都做得渐渐的留一个成分呢留统计来恢复正常哦，也是有关大家成分的一部分。再来呢，咪同一个成分动成有动态关系咪就会压力，近比呢係5亿勞通節咧，啲籌備嘅時間呢，也係政府提出的一個10萬元的勞工紓困貸款哦，都係應面嘅申請，差唔多呢就統計就差唔多有超過5萬的勞工去申請嘅哦。針對一部分嘅政府呢，本來呢係規劃嘅差唔多有500億元的經費，希望呢我來填數50萬的勞工。而呢政府呢未來按算可能會來增加相關的預算呢，或者個增加400億元，估算呢總額會來到900億元按多，希望呢有限那多的勞工呢家庭呢就享受會多。不過呢啲籌備申請嘅時間呢，就有一道民眾來反映哦，講一個4萬元是在退休嘅，韓國呢一個政府補貼嘅利子一部分呢，將補貼前半年嘅。過後呢，民眾係有持久來睇，認證一下，睇下數到一啲疫情嘅影響，正見係動態有故數呢。雖然講一部分呢政府係好意，唔過呢下來為完成嘅時節，其實呢還係會有動態嘅負擔咯。韓國有相關民眾一部分家庭呢，還係建議講政府呢為針對勞工為特別來照顧哦。認證講呢有動到嘅勞工家庭因為講有動到嘅勞工家庭呢希望固定嘅調解，故所呢家庭為提出相關嘅工作證明嘅時節，可能就冇按好申請。亦都希望呢留一啲申請貸款呢，韓國有相關嘅紓困措施，留意不用卡用地位，最講呢希望呢用發現金嘅方式來填數勞工。唔講針對按用嘅建議。嘅勞通鋪家庭就有回應咯，所以講呢，假使政府一下發現金本所有嘅勞工朋友，可能呢為了一個資源分散體，到時節大家享受嘅多嘅資源，可能就冇按到嘅，可能呢會減少一個太政府呢紓困嘅力頭，故所呢一部分一個紓困貸款係個有相關嘅針對弱勢勞工一部分嘅紓困嘅方向，應該係唔會來改變嘅。嘅有關應緊比關於疫情嘅部分，沙亂呢，在各位來關心到係國際方面嘅消息咯，亦係聯合到其帶來消息，其係特別同大家來講到就係英國一部分，最講呢英國一下呢已經超過有26300人死亡嘅，相數本呢美國韓國有上2大啲，從啲籌備嘅時間呢，亦係英國係以下就有新增加廿幾4419嘅死亡病例案度，仲嘛會增加案度，請注意呢，就係講一個英國政府留計算方式有老幾改變呢，佢有留先前一個像係老年院啊、外用院一個所在，先前係冇聲音來嘅，而下班呢係要重新老幾，那呢來過後，故種呢一個死亡人數就以下增加動到。係講呢一個有動到歐洲嘅後炸家就發現講，從係聲音呢有發出現相關罕見疾病長期失真的相關徵兆，一個案呢未啲一個疫情期間又變到很難到，係唔係一個武漢肺炎呢，一個病毒有可能會引起一個長期失真同一個真的同老健壓起來嘅壓下其實蠻可聽。不過呢有動到好早就當然府講，應該係一個病毒佢造成嘅一個免疫反應，最講呢會壞一條所
有动到的声音呢，今日呢可能会连带发生5年卡价韩国优惠贵神的气风点呗，一路整条呢都动枪一路传奇失真哦，故说呢就疑乎讲可能唔系一个传奇失真，没有可能系一个身体的免疫反应，将造成的相关症条。我哋一部分呢，含喺等一啲專家研究過後呢，將會來了解，也就係用健比同大家來整理嘅一條新聞重點。前面呢，含喺提倡鄉親朋友健比嘅5日連續假期，假使大家呢想話出去留了，另外隨時來注意，世界防護措施要做好冇？韓國呢，咪建議大家唔好去到人按多數在人講人，天在留意。到大家保持社交安全距離。以上呢就係用健比造成的客家新新聞，將鄉親朋友對下晝2點繼續來收聽，同大家來帶來嘅指揮中心清醒的疫情消息。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清醒的疫情資訊。我係陳彥祖，我係許麗玲。當日早晨對報紙頭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的情形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